大家归台湾来行透透，热天大家爱去耍水。伫咧宜兰外澳啊海山堡办台湾头一场夜光山堡地婚礼，有台湾也有日本的新郎新娘，大家拢是冲影的歌手。会伫咧海山堡办婚礼，是为了要招大家做伙来保护海洋环境。另外，新北市福隆沙雕节今年第12年，用穿越小镇找阿德兰提斯来做主题。19号特别开幕，头一届要拼全世界上介侪人做伙创作沙雕的金氏世界纪录。 隆重300外民众，大家做伙完成海底沙雕，请大家做伙来见证，场面特别闹热。透过空翕机啊，看到海沙堡顶悬住一几落百的民众，因大家人拢足小心的。原来因当咧创作沙雕，310只的海底啊沙雕，伫咧福隆的海边，看到真壮观。帮我浇水这里。 虽然咱的日头真大，不过因运用机卡概念，慢慢啊来贴。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已经踏入第12个年头。今年以软过小镇找到阿德兰地斯做主题，展期到8月底。今年阁头一摆来挑战这个金氏的世界纪录，300外的民众共同来完成海底亚的沙雕，现场有真侪民众咧围观，这个场面是真正闹热。上次有来练习嘛，他觉得也蛮好玩的，蛮有趣的。沙雕能够艺术永续绵延的在我们福隆地方，所以300个就是未来我们福隆沙雕300个种子球员，他们长期会喜欢这个地方，沙雕的艺术会继续传承。 另外，伫个外澳的海沙堡嘛，举办一场这个梦幻白色的夜光婚礼，为新郎套上戒指。有亲戚朋友的见证，准新娘替大心的来甲挂手指，现场嘛有真罗曼蒂粉红色的水泡啊！这对台日新人婚礼会选伫个外澳的海沙堡，拢是因为要点缀大家都爱去爱护海洋的心态。因为从认识老婆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她最适合的。他跟我联络说。 他想要来台湾来看我的生活，然后那天刚好我们就进台，我发现他们两个其实是很配。无论是去甲亲像真的沙雕季，也是真幸福的海沙堡婚礼，拢是希望台湾人会当看到这尔水的海洋生态，大家都爱做伙来甲守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